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周哈厨房非常的美呢？装潢的这么漂亮，就是室内设计师的功劳喽。而不论是搬家还是整修房子，室内设计师就非常重要了。而他们到底怎么整修房子呢？带大家去看看喽。有这么漂亮的屋哎，还有设计感十足的周哈。这些都是室内设计师的功劳，他们用心让 Vogue 焕然一新。室内设计师他们很厉害的就是装潢房子喽。今天要学的客家话就是房子，房子就是 Vogue。不过当室内设计师最辛苦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问到我们的贝贝。最辛苦就是因为像是我们做室内设计啊，我们常要跑工地。就是通常一跑下来就是一整天的时间，然后只剩下晚上可以工作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熬夜。要设计 Vogue 也不简单，得要了解每一种建材的特色，也要懂得美感。最重要的是要用心，才能够了解顾客需要什么。当设计师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什么最难忘或最有趣的经验呢？那比较有趣就是在做比较小空间的设计的时候，因为小空间的设计比较不容易，然后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到它更有价值的状况的话，就是我觉得这是算是蛮有挑战的，蛮有趣的。很多人以为当室内设计师懂轻松，但平常他们要画设计图，而总逢 Vogue 要注意特长内容，还得要巡视工地，跟顾客沟通，要了解顾客的需求，这样不论是租下、客厅还是间房，才能够打造出适合顾客的 Vogue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认识这个室内装潢的设计师，你们发现其实他好像就是房子的彩妆师一样，透过他们巧手，房子就化腐朽为神奇了，真的非常的厉害。重点是我们学到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房子 ，Vogue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厨房 ，Zoha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。装潢房子要注意每个细节，装潢Vogue要注意特长内容，装潢Vogue要注意特长内容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今天句子稍微长一点，要多多练习喽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